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南部扎西伦布寺；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出席西藏定日地震遇难者祈福法会；日本和爱沙尼亚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慰问西藏地震灾民。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举办第8届流亡藏人教育大会。安全部长加日卓玛在德国拜会各界政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月5号上午，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市乘坐直升飞机，抵达位于贝勒库北德吉拉索藏人定居点的扎西伦布寺，受到数万名当地僧俗信众的隆重迎接。当尊者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在德吉拉索藏人定居点的足球场时，麦索尔地区行政部门的代表、扎西伦布寺主持、藏人行政中央驻印南首席代表以及当地5个藏人定居点的代表和数千名民众迎接了尊者。随后，尊者乘坐专车前往数公里外的扎西伦布寺时，来自印南各寺院和藏人定居点的数万僧俗民众在公路两旁手持哈达、藏香和鲜花列队迎接尊者的莅临。在抵达扎西伦布寺时，达赖喇嘛尊者受到扎西伦布寺主持、新任甘丹赤巴罗桑多杰仁波切和前任甘丹赤巴罗桑丹增仁波切等高僧大德们的隆重迎接。达赖喇嘛尊者在向欢迎他的僧俗信众发表讲话时，表示很高兴来到扎西伦布寺，并指出该寺最初是由遍支根敦主巴所建造，过去在藏地是非常著名的寺院之一，在经论的教育上很成功。尊者还强调，在流亡重建的扎西伦布寺传承了在佛教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卓越传统，并呼吁该寺僧众在三学的实践上不要松懈。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一上午在扎西伦布寺特别接见了80岁以上的藏人和残障人士，随后将陆续接见外国人和各方信众。另外，位于西藏西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定日县及周边地区，于本周二1月7号上午9时5分发生强烈地震及多次余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在地震发生后，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了其记录的地震震级为7.1级，而中国当局记录的地震震级为里氏6.8级。截至1月9号，已知有126人遇难，188人受伤，受灾人数达6万多名，数千户房屋受损或倒塌。震央为定日县错果乡，周围包括定结县、拉孜县、撒迦县等地，距离西藏第2大城市日喀则164公里，西藏首都拉萨379公里。地震后，截至7号中午，共记录到49次余震，其中规模3.0以上余震有16次，当中规模最大4.4。距离定日县数百公里远的尼泊尔、不丹和印度比哈尔邦皆有震感。当前灾区正值冬天，气温已降至0点以下，对灾民的救援和恢复措施异常艰难。在得知消息后，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巴次人和议长堪波索南丹培相续发表声明，对地震中遇难的民众和生还者及灾民表达了哀悼和慰问。本周四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贝勒库北的扎西伦布寺主持祈福法会，
为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及周边地区的地震罹难同胞祈福超度。12000多名当地藏人和各方僧俗信众参加了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开示时，向罹难者和灾民致以祈祷和慰问，并指出，在面对灾难时，要懂得将违缘转成菩提道用，将帮助人们发起善心，提起心志。同样，藏人行政中央也于本周三下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办祈福法会，悼念在地震中罹难的100多名藏人，并慰问灾民。在祈福法会上，司政边巴次仁质疑中国政府所谓的扶贫政策的有效性，指出地震对传统房屋在内的老旧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司政还赞扬及感谢了来自西藏各地的藏人以及其他民族和团体为灾区提供援助的壮举，并呼吁世界各地的藏人为罹难者和灾民举行祈福法会。根据西藏境内传出的视频显示，除了中国政府的救灾人员和物资外，来自西藏各地的藏人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个人及团体纷纷向定日及周边灾区提供抗灾物资及资金。而临近灾区的萨迦寺和其他寺院的僧人也前往重灾区，为罹难者诵经祈福及安抚灾民。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弥勒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台湾总统赖清德、印度政府发言人兰迪尔·杰斯瓦尔及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荷兰外交部等其他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及政要纷纷对地震灾民表达了慰问，并为罹难者表示哀悼。在过去的5年里，在距离日喀则市200公里的地区，共记录了29次3级以上的地震。2010年，西藏玉树接骨多发生7.1级强烈地震，造成2698人死亡，12135人受伤。而在去年，临近西藏首都拉萨的墨竹工卡县，先后发生了4次地震，震级分别为4.0、4.7和4.6级。随着中国政府在西藏大规模开采稀有矿产，在西藏的主要河流上建造大型水坝和其他建设活动，近年来西藏境内频繁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洪水和地震的报道，不断成为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此外，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山谷会离子议员于本周三1月8号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慰问西藏定日及周边地区的地震灾民。代表次旺加布阿若亚博士向来访的山谷会离子议员介绍了西藏地震的相关情况，并指出西藏境内频繁发生地震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在西藏的河流上大规模建设水坝和开采矿产而造成。他们还进一步讨论了西藏境内的局势、中国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的现状，以及宗教自由等问题。议员山谷会离子表示，他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悲伤，并对地震中罹难的藏人和灾民表达了哀悼和慰问，并祈祷灾区早日恢复。与此同时，爱沙尼亚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也于本周三1月8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确保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和独立记者、爱沙尼亚政府和欧盟进行最透明的信息共享，密切监测西藏地震的局势，并准备提供外交和人道主义援助。该小组在声明中对恶劣的灾区条件下工作的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并向罹难者家属表达了诚挚的哀悼和慰问，并强调将继续密切监测灾区的情况，并尽最大努力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关注。当天，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协同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共同举办了祈福法会。
来自台湾各地的僧俗藏人和支持人士出席了法会，共同为罹难者和灾民进行了祈祷。另外，200多名流亡藏人社区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人员在本周齐聚英北达兰萨拉，参加由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组织的第8届流亡藏人教育大会，重点讨论如何塑造西藏教育体系的未来。教育部秘书长吉梅郎姐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回顾了历届会议决议的进展情况，并呼吁与会者共同制定改善西藏教育体系的有效策略。而教育部长塔兰周马则概述了合并学校、推广社会、情感和道德学习计划，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以及应对特殊教育和技术挑战等优先事项。应邀出席会议的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致辞时，回顾了西藏的寺院教育传统，强调了师生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学习、沉思和禅修冥想的重要性。而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由于移民等问题导致印度境内各级西藏学校学生人数下降带来的挑战，呼吁收集准确的数据，制定有效的教育计划。他还强调了对学校中基于性别的暴力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提议在会议期间讨论各机构之间统一师资及相关福利等问题。在为期3天的第8届流亡藏人教育大会期间，包括达兰萨拉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馆长格西拉多等多名演讲嘉宾，以各种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在工作人员达瓦卓玛的陪同下，于1月5号至8号在对德国进行访问期间，先后与德国政要和学术界的重要人物进行了交流。在访问慕尼黑期间，加日卓玛部长会见了德国自由民主党议员马丁·哈根。在斯图加特，他会见了德国外交委员会人权部门负责人雷纳塔·阿尔特，并参加了自由民主党主选节会议，与100多名来自该党的成员和世界各地的嘉宾进行了交流，其中包括长期支持西藏的德国前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德林纳和印度社会党全国发言人甘西亚姆·蒂瓦里。此外，加日卓玛部长还于1月6号访问了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土宾根大学全球论理研究所，会见了该研究院院长汉斯·克里斯托弗·赖斯教授和自由民主党议员尤利乌斯·格伦。当天，他还参观了历史悠久及德国民主改革的象征哈姆巴赫城堡，并会见了2025年自民党候选人拉尔夫·施图伯等政要。本周三，加日卓玛部长还参观了美因兹工业职业培训学院和美因兹应用技术大学。目前，部长还在德国各地进行访问。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